这样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。这个老太婆已经给我介绍男朋友了，我必须有所行动。这个计划一旦成功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，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顾家。即使顾西城对你还有感情，时间长了一样忘了你。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表情。我说你喜欢上顾西城，你还不承认。不过承不承认也不重要了，你必须要听我的，不然我怎么把妈妈还给你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除了选择相信我以外，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？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帮我完成计划。顾西城每个周末在家中午都会睡午觉的，这是你唯一能够接近他的机会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就把妈妈的地址发送给你。前2天都是我不好，我让奶奶担心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请奶奶吃一顿饭，就算跟奶奶赔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好。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要说出来，奶奶会给你做主的啊，可不要像前一阵那样，差点惹出事情了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才发现我把钱包丢在家里了。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！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奶奶这有钱。那怎么行呢？今天说好的是我请奶奶吃饭，当然得我掏钱才行啊。你这孩子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回家去取去。哎，掉个头吧。苏妍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西城，我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！你快出去！出去！西城，你别这样！苏妍希，疯了吧你！站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静熙，奶奶！静熙，回头再收拾你。何建新，你等等！你等等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放开我，顾西城！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奶奶也在旁边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，我也很纳闷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顾西城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们离婚吧。